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嚟到珠海唐家灣拍一個。唐家灣呢一邊係一個純別墅小區嘅一個別墅區啦。咁呢個樓盤叫做唐家穗，之前呢要驗資1000萬先可以睇嘅。咁呢一套呢係601方嘅，佢上下有4層啦，加埋負1層，全部都係帶埋裝修俾你嘅。佢報價呢就2000幾萬啦，上下4層。咁呢度係佢嘅一個後花園嘅位置，佢嘅後花園呢就有280個方咯。我哋睇下佢1樓嘅一個格局啦。呢度呢就係佢1樓一個位置。咁呢一套係大裝修出售嘅，佢嘅一個裝修嘅一個價值呢就去到800萬。嗱，呢邊入嚟呢就係佢一個餐廳嘅位置同埋廚房嘅位置啦。咁佢呢個獨棟都係配備有呢個私人一個專用電梯啦。咁我哋想去2樓睇睇。咁呢一邊就係佢2樓一個位置。2樓係有做到2個房間嘅，一間就可以做一個兒童房啦，亦都係一個套間嚟嘅。嗱，全部係裝修好晒噶啦。嗱，呢度咧都係一間主人房，都係有帶咗嗰啲衣帽間啊，同埋呢個衛生間啊。就係佢2樓嘅一個2個房間一個位置。咁呢個就係佢嘅一個3樓，即係頂樓嘅位置啦。頂樓係有個景觀陽台，加埋一個超大一個主人房嚟衣帽間。呢個就係佢3樓嘅位置啦。3樓可以通到呢個景觀陽台呢一棟。呢度就係佢3樓一個景觀陽台噶。唐家穗都係獨棟噶，呢度環境空氣係非常之好嘅，喺珠海唐家灣呢一棟。咁你落負1樓去睇睇。咁呢度咧就係佢嘅一個位置。負1層嘅話，咁一出電梯呢度咧就係一個工人房咯。呢個係工人房。咁負1層嘅話就餐廳嘅位置，同埋一個好大一個會客廳嘅位置咯。呢度就係餐廳嘅位置，同埋一個廚房一個吧台嘅位置。咁呢度咧你自己可以做一個打波嘅啦，或者係自己做埋一個茶室，乜都可以。咁呢度就係一個休息區啦，會客廳一個睇書休息嘅一個地方。呢度就有一個好大一個採光井嗰個位置。嗱，喺嗰度就可以通到1樓嘅啦。呢個就係佢嘅一個廚房位置。廚房通到呢度嚟呢，就有個可以。咁廚房通過嚟呢個都係有間房，衛生間，有間房喺度，雙人床嘅房。呢個純別墅小區唐家穗，之前呢度要買呢一間起碼要3000幾萬，加呢度嘅話可以傾呢啲價錢，全部係大埋裝修嘅，裝修嘅價值大概係800萬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傾傾，依家嘅話2000萬左右，2000萬可以攞低。有興趣嘅可以私信。有興趣嘅可以私信，我發啲詳細啲嘅資料俾你，等你現場嚟睇睇。我哋下期再見。